中华甜米有一般国家系行业，同时大多数系对广东牛品过去嘅。去年呢，台湾第一个客家布马村洋艺文化发展协会喺甜米海丰轮成立嘅。海丰轮嘅布马村喺日本书嘅，如果实现咯，当地有一句话讲，海丰轮贵庄人如系改款布马嘅，不过也嘅传统民俗强强爱买下的。除协会6封国手和特别成立的布马村社团，想要复兴安保嘅中华客家传统民俗文化。30外岁迄阵啊，阮海洋轮已经4、5吨嚟啦，破尾吨4、5吨。人要赢什么新名咯吼，创啥安那请呀。对迄3站桌顶，下骹创个稻草，创个桌顶跳落去。公力跳高入吉风师，掠到龙年时，木宣强助攻容额，按当年高睇呢，后生跳高只见10到83呢，不过是表现不马，喊起功夫是第一。那就倒尾我拄过医疗桥挂落，啊则随练马过啊，安尼啊则转迄步落，开始那就步数拢豆豆研究就对啦。马路咱团来讲，马就去落表咧，爱跳啊，就爱教，爱背图。迄一出的出头拢无共款。鸟线跳啊，要讲咱的马骹揪起来，啊，即马剩咗这骹佫讲咧，佫揪起来。民国560年系海丰轮布马市最兴嘅时节，就开始就按照意思自家发展出来嘅花花草草，海丰轮布马市当做佢自家嘅副业。家己搁研究啊，无进前是较无几出啦，啊，即马出头加较侪出安尼。你像电土老仔要食香蕉也有法度，拢啊你像软尾壳啥，迄拢有法度，啊，这是讲牛的较有来吼，较啥较歹。全省的蛇尾是干那安尼摇咧，阮毋是，哦，阮是有包括有迄个咱这中国的传统武馆，诶，迄一种的安尼继续落去。这样是拉马，想把喇嘛上来，陷到泥沼中，然后拉尾巴也是要把马撑起来，可是拉不起来。马会踢，所以它就有翻滚的动作，踢到屁股，对，所以我们的布马发展到现在来讲，就是特色就是它已经有发展出来一套自己的模式。我哋其他出自东多嘅拳头，韩国电视发查出来个后，布马群也出天鹅本人推特看唔到嚟。退休先生朱庆生就本事调查底下发现，布马群最近天天20年研究，成为老基记录保存下来。刚好有一个书记官考要还愿，然后要请布马团来还愿，结果找不到，就请那些老先生合组一团。然后就开始有布马团。即马佫存在老伙仔，佫甲牵我来，遮囡仔甲牵我来按集合规个，按佫来安尼，重新佫甲按恢复咱迄个传统。又可以传承啊！我是想这样啊，因为是以前父亲他们还有叔叔他们，好像记得我知道已经70、80年的事情。因较早因就拢安尼，我希望有好几个来中生代来愿意参加的人，希望来这里。报名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后继无人，因为这些老先生4个加起来超过300岁，所以我们就希望有一些新手加入。换过来了，2、3。所以，下对社區發展到好高，地海豐國小成立社團向下打擊。3、2。因講海豐輪其實係客家種，就有一個使命感，想講。因客家人做唔得講唔記得客家人的文化，所以積極的把這個東西把它拉進學校裡面來。因講從小打着下那個種子，然後能夠生根發芽。
交叉，交叉，换位哦。好，再做摇摆。看老先生他们在表演，觉得很好玩，所以就加入进来了。然后学习这里，然后我当阳伞，就觉得看到别人在练的时候很帅气这样。那自己真的来玩的时候呢，觉得很辛苦，跟当初想的不一样。对，脚步要站好，平衡感也要很好。练的时候有点困难，所以我就退出，然后看到加入这个有这么多表演的机会，所以我才会再加入。几个小朋友练了有一点成就的时候，他们外面的家长同意，他们会在外面这庙宇那边他们会去参与。老先生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走，尤其像绕境这个东西，要走半天一整天路没有办法，他们就找小朋友去。为推廣跳下馬，自然人數都唔啦，後底就自個媽媽強下來提早頭起。大先是一元報紙，然後佫一元布，第二、第三元就是愛佫用報紙來改迄落起來。我們都是有在這邊圖書館當志工嘛，他就挪個時間，我們就過來這邊到幫忙，再讓學生一直流傳下去。因為布在糊不容易平整，所以我們就用紙先把這個底先撐起來，然後用布來加強它的韌性，比較不容易破掉，然後在外面再貼紙，紙最後再來上彩。觀眾客強嘅垂直來做，也都都係找連傳統嘅布馬來做嘅。朱青山做粉絲跳彩時節，是啲布馬師傅下簽到一批老布馬，配提莫日記50-60年嚟。像我開始做布馬，我就是以它做一個藍本，大小範圍、長寬比，我是把它尺寸量出來。它的布馬的竹邊，它的前面這個圓的部分，你看它扁扁的，就很像我們早期這個秧在插秧的那個秧簍子。匯豐輪布馬市經中甲經國境發展出兩位贊助嘅形式，也係台灣違法嘅一部分。本單係冇強壯布馬團嘅兩道意思，兩下其中強下，韓國財團議落學校嘅答辯，希望匯豐輪布馬市為國發展起來。